象下舞台係畫布，英格蘭就畫咗喺度。唉，記錯。Bill Shakespeare，業餘詩人樂意為你服務。想像有詩人將軍同女王喺城堡。恭迎伊麗莎白女王殿下。想像下時間被扭曲，而世界大事被壓縮。Cecil 封鎖 Charing Cross， 叫皇宮嘅守衛去擋住佢哋。但陛下，想像倫敦已經變弱，瘟疫肆虐又好戲連場。想像街道上龍蛇混雜，但又熱情高漲。的撐叉撐叉撐叉撐。我發現咧，我需要一個詩人。同精女王不再年輕。冇人敢問皇位由邊個去繼承，即係要我去說服個年青佢落令貴族要聽命。佢哋話分陣營分明，假意去服忠實嘅朋友，比起打得嘅朋友更加重要。做文人比較吃得開。文藝復興橫跨歐洲，真教徒如果首詩寫得好嘅，我就原諒你啦。對抗殖民主義，外國勢力滲透，疫症死人冧樓，信錯教要斬頭，仲有3個陰謀。環球劇場，演員們在熱身。國王已拋下權杖。地茶地撐地茶的。你係 Henry Bolingbroke 黑福特公爵亨利啊！阿 Baby， 你就做理查二世啦。好，我咧就係諾福克公爵無辜女，我係亨利嘅勁敵嚟嘅。我寫緊啲咩啊 Essex 想你喺2月7號下晝表演，佢話要做理查二世。係咪真係得？到底仲有冇寫漏啲乜？我係咪滿足做一個窮撚，定係屌頂硬上，哪怕得個吉？佢竟然冇嫌棄你寫嘅詩啊！頭幾首咁咯。佢點知係你寫㗎？亂世翻飛，洶湧心頭搖動。阿妹叫啲演員去邊度準備？係。特陛下同 Essex 同收 friend。無懼説謊，就似海中小燈。喂，你使唔使啊？要嗰個 Machiavelli 凍就喺度啦，先意識到呢個快活嘅英格蘭已經腐爛不堪啦。用我不放天寫心意暫時。係邊個咁希望喺呢一日要睇到理查